师傅你好，入行论中说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要发广大的那个菩提心。这个广大的菩提心，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我们布施某一个众生，那么这种行为呢，按照这个那个菩提心来说，这个菩提心，就是不是很广大的。那么要有广大的菩提心的话，那么就是说，如果是三轮体空的，我们在修行善法或者布施的时候，我理解那个回向是广大的那个菩提心，然后回向把自己的所有善业是回向给三界的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。然后闻思修佛法获得解脱，这种回向应该是广大的菩提心吧，是吧，师傅？所以这个祈请师傅再开示一下。就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菩提心的教法是非常广大，但是呢，这个菩提心真正的那个内容啊，确实你刚刚说的一样的，愿一切众生能够成佛的这个是愿菩提心。然后这种菩提心呢，就是成为你的行动的一部分。你经常行持善法的时候，时时刻刻以这个目标，以这个动机，然后进行的话，就是行菩提心。那因为我们毕竟是初学者，毕竟是一般人的话呢，我们没办法直接用三轮体空的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的菩提心。这三轮体空是其实是就是那个具有无我智慧的一种概念，但是这个呢，有时候是对初学者来讲的话呢，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了，有难度，有复杂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呢，一开始呢，就还是踏踏实实的，就是你刚刚第二个这个方案，就是说愿一切众生，这是第一个前提。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圆满成佛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那为这个而我自己也就是这个尽可能尽我自己的能力去修持善法，这是你自己的菩提心的修持的要求。来培养自己的对众生的慈悲心、平等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样的话呢，慢慢能够达到这个圆三轮体空。那个时候，你的心相续当中有另一个菩提心，叫做深意菩提心。是先有世俗菩提心、愿意菩提心和行菩提心，然后又是深意菩提心然后就是最终就是成佛了。感恩师傅。OK， 好。